我是阿爷嘞，我是料理先生，我好煮菜，也好交朋友。料理唔但想做得本人吃饱，也做得来群人老人之间嘅距离。我要用料理老大家分享我嘅想法、我嘅感动，还有我嘅爱。我是小虎，从这道菜，我请来食好食的东西。故说我对料理同煮食都有兴趣。我可以跟日式烤肉店，大摆我看到日式到好食的东西，表现出满足的表情同快乐的笑容，这就是我真欢喜的事情。欢喜分享是一个有关爱、老分享的分享。我到今天带领欢喜分享出发，去拜访台湾辛苦付出的劳工朋友。假使有看到我到，欢迎分享人嘅食材，希望大家做得老我到共下來歡喜盼作哦。歡喜出發了，祝紅太大del是，好聽要格格來，愛唱意識紅太，太格共他對大del是。到台灣有1100萬三嘅基層勞工，有一啲勞工朋友認真散漫嘅付出，唔驚風吹日曬，表出台灣安定嘅力量。我到今天出發，去尋一啲辛苦嘅勞工朋友，認識各行業嘅工作內容，還個用我哋嘅松鼠做一餐溫暖嘅料理，來為散漫做事嘅勞工朋友加油。印度生活到一個海島嘅國家，做的是到多樣有趣嘅海產係一件當幸福嘅事情。不過，一種幸福係靠辛苦嘅員工，克服危險，看天食飯爭有嘅。今本日我哋來到永安漁港，我來拜訪一道靠海食飯嘅勞工朋友，來體驗佢哋嘅工作內容，還來拍一張照來搶佢哋食澎湃喲。出發了。出發！前天啊，遇到啊，都就喺西湖市場咁嘅，所以嘅本相啊就唔用一點。一到咁嘅樣度，好閃熱。一邊。他查了就看了哈。跟住下就拜頭。哇！好。我要放鬆下先睇啊！看你很大隻，話啦，呢平常不用到廿太。歡喜。我老太家介紹一下，呢隻平常啊，就係我哋不用到呢隻市場地度，希望大家做嘅老七家吼，多嘅啊吼，也係講，是唔推嘅，也係講啊吼，向啲老朋友分享嘅，菜，不管係長菜啊、肉啊，也係講做得拿來做料理嘅，就做得不用到地度，啊用我哋就做得老嘅平常嘅東西拿出來做本，也當地嘅基層勞工食。嗰個節目嗬，咁樣我唔係主角，歡喜真係主角。我當歡喜唔當歡喜，唔過呢，我哋話嗬，希望我大家就當歡喜，故所一到平常我都歡喜平常。阿爸，唔看一到平常，兩班有獎冇？有獎。唔啲一平常做乜解冇？係啊。เป็นตรงที่อะไรใช่ไหมเป็น用ชิมไม่ต้องแต่เป็นจุ่มไม่ต้องแต่跟自己做乜會變到一片嘛？跟住廣告買係嘛？買啊！今天沒有人買平常，今日貴寶天沒有人買平常。唔講係一地話嗬，希望都有特別本體之家嚟有特別嘅標菜來贊助啊，一分享也嘅多出來嘅東西。
做得熟嘞，来不用多点地度。要用将麻烦老爱就先传一下，哦，是这样，是这样。安这。哦，好啦，用啦。都要古本上，然后你那看到啊，我来来解释一下，可以呐。你地度情况哪里啊？你不要比赛嘛，比给我，我买较多嘛。我觉得是看哪里。好啊。看扮演魅力还好玩呀哈。哦，跟你就都要在古本上。哦，要6阵哈。我是春叶口呢，当然有春叶呢。哇，伊泰州嘅市场地度用无人咯，竟然有现在前面赞助爱菜喏。爱落也看呐。有解有？我啊客家电视台我哋會合作迄個永安漁港，煮菜本給漁公司。古時我哋話想我到一邊收集一些食材。你嘅意思？我嘅意思係個要乜嘅東西啊，做得贊助我哋就去煮菜嘛。哇！我都這樣嘅啦。哦，安子生哦，安子生。有位小姐啊，你啲啊，市場行業導演，春葉導演。要講客話冇？唔要得，唔要得講硬仗，我曉得用垃圾。五花肉啊，要不然我可以那个以工换物哦。以工换物吗？不用了。啊？有没有工作要我做？我帮你刷地好了。不用，这个我们自己来就好了。啊，哇，很快按紧的哈。哎呀，这是我的赞助你的来。哦。安子生。我是会有的。没关系，谢谢。阿婆，你轉來啊！哎呦，哇，幾隻雞哦！哇，有人在裡面起義了，我幫你開門。我們開始啊！哇塞，哎呦，歡喜都笑出來了。安子生。哎，這種上音樂節很強哈。哎呦，我要分享一隻雞腿啊！哇，你個多飯哈，大多就3公分。哦，厲害哦！耶！安子生，哎呦，哇！超多哎，我打開。因為我是小虎隊，所以大家都送肉嗎？哇，可以。哎呦，安子生，幾隻嘅雞，嘛燻嘅雞髀，哦，貴了嘅豬肉有冇？哇，貴了嘅。不是按傻逼啦。兩有嘅。不是按傻逼啦，有看到嗎？你看，還沒有。還用筆的啊？哇！從阿姨嘛？對啊。我們需要一個鍋子。哦，來煮啊，對啊。可以贊助我們一個鍋子嗎？可以的。耶！哇，我們有一個鍋子，我們有一個市場人面前面啊！哎呦，要吹困一起呢哈。對啊，太搞好。我下做迄個永安漁港煮菜盤嘅船公司啦。哎呀，我欠呀。哎呀，我買啊。我等下問一下妹妹啦，妹妹，要你阿婆買嘅菜，做得送來嘛？可以。做得嘛？做得。哦，你好棒哦，給你一個讚。我提幾番啊！哎呀，哦，哎呦，用啥？哦，你看到？阿姨呀，把這個蛋糕送給你。謝謝阿姨。潮州活動中心啊，有錄影啊。阿姨自己做的嘛。謝謝你，你好棒哦，你好乖哦。謝謝啦。好，謝謝。安子生。啊，跟有豆花哎呦，你都要死。買乜嘅？挑飯啊！你係自家做嘅呀？自家做嘅啊！哇，它雜薄。個雜薄。雜薄。這就是困難，好嘛？哎呦，你就講一次，你冇講買。那起案叫嘅就真牙起啊！就是困難。唔過哈，天底下沒有白吃的午餐，係讓打工。頭家講我本來打工揾頭髮師咧，提白買頭髮，按用藥唔知要搶到冇？頭家了錢時莫怪我哦哈。
团队长秘密夹层，还有大概的款底本，不用买。它最大可以大到多大？它最大有到5、6、10斤都有。哎，你这么还按情形？海参，不才小弟在下我摸盘。辣的，哦，都散淡哦。爱唱一色红彩，爱家中他的大条西。很好，很好，很好。哦，也爱用的渔港爱用的生鱼铺的动刀哈，动刀哈。拿吗？爱用就好诶，爱用就好诶。安安志 C， 谢谢安志 C， 安志 C， 安志 C。哎呦，哎呦，启动亚大便，当人形立牌这样子不行。我爱用好诶啊，平常来就煮，来用去出海，你打。哎，你有冇点哦？没打嘅，你哦，我听朋友要好诶，豪华游艇。好啦，好啦，好啦。好。给市场搞崩哎，来我们就。还便宜哈。好。真好哈。快快乐乐出海，也要平平安安转来。故说出海以前还要养条鱼子本好兄弟，也咩船家习惯。希望一摆出海吼，要再多捉条鱼转来哟。不管係陸方嘅朋友，也係海方嘅朋友，來，這邊吼就係交朋友親好嘅方式啦。里面可以坐几个人哦，试试看。好大的船长室，我来去逛一下啊。这跟我想象的船长室是完全不一样。我看到可能是刚才在岸边看到小的那一种，是可以站在里面的。一样都船哦，講來講去，講來講去。團隊長秘密夾層，條條大概就款地位，不用買東西。原來係有條船喺舷倉啊，engine。哦，這個是幾年的船啊？他出生到知道30年。哇！是可能跟幫人落去。哦，其實啊，誒，上個唔算啊。迄算較太密，較太跳，唔好講較太密啦，較太跳呀。唔過其實空間係動細呢，咁所以地方講緊算公主度73左右吧。佢水自己無奈好水啊，嗰種我真係唔想水，你講唔要水那張紅啊，險這個水嘅索嘅當過啊。有轉到亞市場繞了一圈，發現啊亞市場哦雖然細細，賣嘅東西很不少哦。誒，竟然還有一間賣特殊食材嘅小店誒，夾夾來看啊，也地度哦有乜嘅東西用得到嘅哦。從愛用的早的餅啊，就做的做月亮蝦餅。哦，也咩當好用？椰奶煮嘅乜嘅咖喱雞。我有許多一間嘅雜貨店，啲雜貨店地度全部賣嘅就係按用嘅東南亞嘅新香料。哦，裡面有附近當當的成功嘛？個前面係新住民就加了19年，然後中間就有出茶貨，後來就坐輪椅，行動不便。其實我一開始啊，想講吼愛向佢贊助人都加個材料，沒想講要做過這樣。啊，上多有哪一包嘅嘛？做嘅乜嘅啊？有嘅乜嘅南疆。係啊。
过去嘛个香茅，香茅啦，过去嘛个鸭背啦，你嘛个春卷皮个，个嘛听伊买啊。我无老见买，咱讲我因为佢要动辛苦嘛吼，然后我又讲唔出在，佢正运动台风就讲。可以啊，因为你就不骗人，在门外老师都可以啊。哦，租给你的那个，对啊，等于是你同胞相亲。对。同胞爱。啊，同胞爱。然後咁用嘅相親咧，咁用嘅親情啊，就講哦，我做公下嘅相親，所以跟外面我出地位練，外面出到同感同。這是我親手做的蛋糕，手工蛋糕，對，然後我送給你，謝謝，好，謝謝，祝你快樂，也祝你快樂平安。哇，來到一間雜貨店，看到有當到特殊嘅新香料，尤其係辣椒嘅。辣椒嘅迄叫做青葱料嘅香料，叫做串就是辣。阿妹哦，辣椒唔是錢嘅，青菜煮一串就用很多，將來食辣椒也是飯。辣椒，很辣，辣的，哦，都酸淡吼。个泡面啊，先用啊油乱煎啊，加点水，再倒落去煮。哦，应该就迄叫做东火，哦，每可能从来叫点心甜咯。伊打面的面冰落去咪，哈等个冰个面的时间，就先都是要摇打牡蛎，先是得要点心了，试下摇。哎，谢谢。辣还好，有点像泰式那种酸辣海鲜汤的味道，辣是还好了，没有想象中那么辣。谢谢弟弟。第一出我是那个炒泡面，今天的泡面落去水撞啊，炒到水比糟，就这样还本身的调味料哦，因为其他人买唔起调味料嘛，本身的调味料特别落去就变成炒，一下不一碗，一船爆就爆。看起来是特别香哈。哦 ，good， 好朋友。所以是靠这个在开船啊？跟我们汽车的 GPS 一样。那你要去哪里？你要随心所欲。哦，是这样子哦。那我从海中间不都是一样吗？还有没有红绿灯？就是因为没有红绿灯。有啊，都有一个设定一个地方啊，像我今天要去彰化就去彰化，去台北就台北。哦，他自己会开啊？他只会指指使。那你如果偏航道嘞，你怎么知道？那就靠角度在走而已。哦。有时候你像起龙路的话，看不到岸边的话，就是要靠它。哦吼。那走错港，回家的时候，我怎么跑来南寮？哎 ，Captain， 你坐上坐多久？我回来差不多3、4年而已吧。3、4年。啊，3、4年就可以干到船长。一路这样训练过来的啊。训练，比如说你是海军哦。我刚出来也是吐到快不行了，一直吐啊，胆汁都出来了。哦，这样你就已经吐成这样子，为什么你还想要当这个船长？本身对海真的有一个兴趣，真的哦。大家分享。是谁？哇，点不点？哇，呀香菇做的粥嘛该嘞。哎。这边有一位人，你就做来包熊，就凤虫头、蒜头，全部就做的老给切啦。
其实就唔讲啊，正经做啊生做到已经动腔动尾，唔是看出个音标，标个秒啊吼，一天线都已经差不多落山的时候，差不多4点半到4点半左右的时间。佢讲标个秒啊吼，差不多9公里安长，故说差不多1点钟的时间，咱做天涯秒全部标枪。哦，9公里当演呢。因为抓这个骑网时间长4、5个小时啊，人总是会累啊，所以我们有那么多工人，我们就轮流骑网。有时候他骑个一半，我骑一半这样。他之前跟我出来弄到那个骨盆骨折。为什么？被网子弄到。就给他回去休养。他回去休息的时间，那一个是算蛮认真的啦。一样，他在印尼一样付他薪水。那有破掉的呀？没有。打到虎打到桨。打到结。哦。这个拉绳子很重要啊，它丢下去就要顺的这样。所以他应该是有再算几次，对不对？没有啊，他只是把它拉出来，因为有时候有时候也会出错的时候啊，所以他在拉的过程中，他会确定是不是现在网子下的这一条绳子。有时候断掉你要换嘛，换也是在后面换啊，一个没注意就交叉到，变成丢的时候顺序就不对了，顺序不对他就比较危险了。那支接管就主要是保护后面的，对，不要让它跑过来，对不对？以前刚开始还不知道弄那一支，那下网能极恐怖。真的要把他当成家人看待，为什么？他是帮我们赚钱的伙伴，你没有他们，完全不行。所以你们等到晚上天色暗下来的时候，活动是什么？吃饭、睡觉。就等按闹钟，然后等几个小时，再起来就11点吧，11点起床吧。这个网子洞的大小，它是捕中小型的，对不对？还是捕大型的？大型的。这是捕大型的。今天主角是土托鱼嘛，对不对？它最大可以大到多大？1公尺。它最大有到5、60斤都有，可是这个网子最大抓到25斤左右。25斤大概多大？已经有1公尺了，对。哇塞！条状的。10斤7两吗？耶，也很爱替被拿到闺蜜按太嘅土托鱼耶，而且没冇按简单呢。你看，我还能用铁锤嘅烤土托鱼哦，用剪的就当好食嘞。唔过我吃到按用挺简单嘞，我听说过来想看呐，有乜嘅无穷用嘅变化冇，做得等到几条嘅鹅肉哦。就来老鸭土托鱼拿来做，你台南小食当出名的土托鱼羹，来切啦，过后啊，然后用盐卤一下，用当它有米丝，搁不用得位米酒，你去市场，无木枝豆鸡卵，古时候根本也无鸡卵咩无要紧哈，就直接用面粉、燕米粉、番薯粉，然后夹啊，用就做在那里炸。炸到金黄色来，用就做得嘞。我呀头一煮的是糖的铺粉，先别滚，先让呀糖先煮起来。你做嘛个按，你做嘛还按琴相哈？海生，不才小弟在下我摸盘。喂，好，满掉。正在结束。居然给我定格。还有一个这么帅气的脸，真的是太过分了。还有相片不爱看啊，挺过分的。小虎，怎么做菜？可是跟他们吃到讲，哇，带等伊只平常啊，来到新屋的市场啊。到底會有人會參與到冇？不過，後來就有發現講，有當地嘅鄉親朋友啊，可能經過，然後看到我哋頭嘅做用機制食材嘅動作，然後我哋咪冇去問佢，
其实啊，就点点的劳动士兵都平常制度，迄落来伫过后来就会吃到讲，哇，非常的感动，吃到根本有爱用行千金一世铺的，啊结果本来想讲哦，这家会有第位想法讲要做乜个东西，结果冇想到真有当到乡亲朋友当热情的，本来就当到个材料，然后点都唠到讲小虎啊，去船方啊，可能要现船的啊，要盘啊，要当辛苦啊，结果看到佢翕转来相片，竟然按快乐。然后就會發現講，哦，我這件寫唔錯嘅，因為我以上要面對按到嘅材料，然後我想講，到底我做乜嘅東西？唉，不過我相信也係一種挑戰。哇塞！要记 Anna， 好鱼啊，叫 Anna。哦。一样是酱油膏吗？对啊，一样是酱油。看，哦，对，凤芒芒针，还有几百斤哦，这可以吃吗？可以，好好喝的。好吃嘞。一下我來注意咧，喺印尼嘅朋友佢煮嘅嗰樣嘅咖喱雞啊，吃到非常嘅好食。故所我根本就好少學佢煮，呢樣嘅煮嘅咖喱雞，冇人送嘅樣嘅太葱頭，故所根本就冇太葱頭。唔過啊，你做得拿到麥嘅菜，面絲差唔多炒就做得咧嗬。然後同樣係你邊啲位油，來撈一件肉邊落去包，就這樣啊。不要緊用嘅時間啦，就來撈呀，蒜頭切啦，還有紅蔥頭，那還有南薑，也係檸檬葉，一檸檬葉味是真係非常非常嘅香，攞上下來，也係香茅，香茅咪喺度切，一切咧。啊，就老呀，將伊去割下下來，呀，喺愛當咖喱色的紅色咖喱 ，OK， 然後一拉咯，哇！一下，你做得老也不容易。大概出去都不會吃飯啊，有上時就會吃泰國料理呀，也係越南料理、印尼料理呀，地度就會有按樣的料理。你看下按泰包，看起來就當香飲食，唔單像按樣，還能夠變改一種，然後咧變落去，好，本地慢慢的煮。呀，一出菜啊，吼，我就會想講，邱船長家嘅船的地度出去有氣味，然後想講要煮地位老記到家鄉，還有同樣嘅米食本記到食，用地位鹽，用地位糖，哇，非常嘅讚。上兩食嘅咖喱，就是可能吼，一看到尾後係都是講，因為日頭落山嘅，第一期用迄天幕點關起花，一點就看唔到，應該看到東西嘅吧，所以可能酸蛋糕，哦，別有一番風味，越來越香。小小嘅咖喱飯。走去看看。来喽！
这试吃不用钱。这可以吃吗？可以。可以。懂好色的。好吃的，按你家用的也全部就是都选好，然后大鱼的就可是就是300嘿。3鋪嘅。哦，就3鋪，做嘛選3咯？我稍微會唔似啊。我會唔似。我見當腳就會冇似。係啊，即係顯稍微甜啊。鮮料嘅是用嘅。哦，鮮料嘅，做緊用嘅小卷咧，蒜咧，老片上嘅蒜咧冇咁樣，加個火都要凍光，裡面用嘅小卷啦哈，它會聚光。昨天抓20幾斤來，今天抓好幾百斤。好幾百斤哦！哇，蠻不錯。建議唔可以賺太錢哦。好，謝謝。也為太子嘅蒜呢，竟比做到當道嘅手感，都家嘅面吼看到親醬嘅笑容。我想啊，也就會當人親滿足嘅表情。而家看到吼，今邊5點半的時候表演廟的吧？而家差唔多等呢4點半到5點鐘，而家差唔多係11點半左右嘅開始來數廟嘅。個廟呢有9公里，故說呢，按你天天來吼，差唔多要數5點鐘。天日去嘅開始，總共有4日去嘅。到天日去嘅，船長講水較強啊，故說看不完都遠嘅。看要到2到3日時候，可能會較多嘅，可以下吼。就像剛剛講嘅樣啦，都渡橋啦，因為發現你廟誒，就9公里呢，我標喺那，我搭車標大網標，已經標落去嘅，吼，一等5點半鐘，就拿張廟誒，我來起來嘅時候，一看，哎呦，阿廟誒，水岸槍，清水無魚啦，天一隻同天一隻一定較悶嘅，結果提講嘅，就像水岸槍因為悶咯，叫較不有嘅吼，天一隻開始4點結果這個硬棒，哦，硬棒，青島嘅就天一隻4點厲害，就這種肉酸這種就要你了，只是經驗性懂厲害。好，那可以來，不用，不上啊。放，接他上來可以嗎？放一點，放，可以。哇塞！中間抱着，不要折到。你們一來踢腳 ，King yes。後上嘅船長對大海還係有動態嘅熱情，就算係面對現實嘅困難，還係當正面嘅去面對佢。船長，唔使加油哦！你今天要煮什麼？要煮 Anna。哦，魚啊，叫 Anna。注意。那你用什麼調味料？辣椒、紅蔥，還有這個你看就看的薑黃粉，哇，還用薑黃粉呢。你覺得好吃嗎？好吃啊！好吃哦，是只有這個辣椒、紅蔥跟薑黃就好了，就好了。對。然後跟鹽巴。哇！鬼波按你紅。挺辣。哦。對，沒關係，我還可以，只是真的很辣。這個辣椒9根辣椒。對。那還不辣嗎？那一定很辣。這個放這個一點點，這個跟這個一樣，這個印尼的，這個台灣的，一樣是醬油膏嗎？對啊，一樣是醬油。哦，差不多，醬油膏了，還有油膏。你來台灣多久了？1年半。1年半。對。喜不喜歡台灣？你有每天都跟這個船抓魚嗎？對。真的哦。你喜歡抓魚哦？我喜歡抓魚。
我不在去抓鱼。哦，你也是这样。哦，难怪我刚才看你们在抓鱼的时候很厉害。哦。啊，我讲没有很多深啦，cái环境实在挺差的啦。我调味料嘛，个磨嘛，我做嘛旁边哦，就一只猪头，一只木头都在冰顶的，你就按你听听，拿炒蛋来煮，因为酸的经验，弄下带我拍出来。你这青菜炒啊、装啊，一传爆就爆。泡菜鱼啊，其实迄当好做，有当好料理的鱼。虽然讲吼其他唔加，不过当好食又有营养。平常时啊。记到钓来准稀秋的食咯。好吃，满搭。也就係今日我就出去做嘅吼，也係釣嘅拍帶，也係冰蛋，椰子，啊帶進嚟本色咯。也我做也係白腸，也係船長送本來嘅，唔過唔看咯，也按樣當醬差冇。哇！咱一隻太空。因為船長人係講，佢啊，老啲魚嘅作準來，甲他發現講佢本鯊魚咬到了，啊，故所以安樣就變到賣唔出去啊，賣唔出去，佢就會攞佢冰到冰箱哈，每七家生意就會送親戚朋友說，它是不是一條有故事的魚？是哈，啊，根本應該就上來攞佢做煙燻白腸，哦，故所也下尾先冰地位薑麻，然後蔥的啊，然後鋪着。然後撒一點鹽，滷啊，然後冰到嘅米酒，哎樣就做得先冰到某個地度蒸，放慢慢蒸。根本係要看到有當道嘅材料，唔係講當醬，不過我吃到嗰啲料理啊，然後佢整理啊，佢係咧喺做得出嚟，並唔係講快特咧，也係講生得咧。那基本愛做嘅月亮蝦片啦，大部分嘅人啊，全部就會不用得會咁樣嘅板油，就係豬油。不過，那基本就完全就係用咁樣嘅蝦鹽咧，去打避麵來，腳臂山來。哦，也係咧當好嘅運動係嘛？還記得嘛？加到市場上，然後給高小姐搞完呢，你要噴到個水。一堆月亮蝦餅，從頭半夜按布頭，炸到走成頭，做嘛不按用呢？因為小虎從頭半夜下豬頭就出去打嘅，哦，我就都要煮嘅幾按布嘅，天一走成頭，底下記得我轉來嘅，我轉來記得下船以後就會去標魚嘅，標好魚嘅，過後就會來食走。太極當熱情，有人來分享家嘅所感，用野漳都可以向大眾來嘅親切嘅所感，聽出做得做出真好食嘅所感料理。天地唔傳，出去做事做嘅貴安部嘅吼，我看到嘅係啊，靠田食飯嘅土海。記得啊，珍惜特別出海嘅機會啊，請你做到凊好，不管結果係樣嘅。因為也都船檔啊，食飯嘅時候較凊彩，故作其實當上我好好嘅四川飯。我相信啊，晚上呢場菜吼，已經做小暖大方人嘅味。行家表示啊，都安好嘅人，等大家轉來嘅心情。馬干拉西米 You know 馬干拉西？來，好吃嗎？對啊，好吃，好吃，真的。愛搶一色紅菜，太個恐怕會打掉時。
是出发之前，不就提拔出发就按叫嘛，佢咪從緊40分鐘、30分鐘，你冇300嘅嘛，一排出一人嘛，啊不動鏡要判，叫上夜咧充電唔嘅呀，呢個供氣地方較太明顯，叫上夜喺動合，成班啲條件動合，呢個嘢人哋唔公平嘅話，全部喺度等我，佢成班條件之前唔係講當好啦，當水面上係你寫條腳出唔知啦。就上下鋪來嘞，注水預就包定嘅。唔講唔係，乜個調味料，乜個全部就鹽啦、簡單、膠卡、古香嘅調味料係。就本要轉之前，我嚟幾秒，就本一部土豆魚嘛。幾秒係叫公名嘅。當場。一表秒嘅要表出來，表一點鐘。我數秒加用人工數，我3期嘅個數秒，還有迄部呢度4曬都10秒嘅，我15點鐘。像佢他演的啊，就是他長嘅時間吼，當場啊半夜做成個嘛，幾記得嘅工作啦，假使像安樣啊，就去擺準料嘅啊，我知道安樣嘅成份一安嘅工作好高。以前是啦，之前我隨便提講嘛，就像人哋表秒嘅嘛，佢開暗台，我表呀也係表呀，我打電表也打橫表。迄來到一面嘅，佢睇面我就哇，有希望有希望，因為佢9公里嘛，有時我就看見台哦，可能來嘅幾下集冇半面嘅呢，狂嘅啊，狂係冇半面哦。古時真件係用大嘅工作，真件起出去就我要做就要。嘿，咩呢？靠天神發嘅呢。係啊，當時真。點都係天時冇嘅時間，攏動態時間，記得點都會記得撩嘅時間。嘿，真嘅樣嘅。唔過，假使講天時發應該現在聊，都提供要現在聊啦。唔係啊，唔係講當長嘅時間係天時唔好，咁用短時間就冇輸贏嘅。有錯。這樣這件東西。太好啦！來啦！誒，我幫啲朋友全部喊起來，馬嘎拉西。馬嘎拉西？對，馬嘎拉西。馬嘎拉西。來生嘛。哦，也一種種啊哈，整件嘅味道，我靠上唔到。你係乜嘅東西？泡湯。哦。有一問泡湯。泡湯。全部叫做嘅。哦，係嘛係嘛。也係你都新屋市場。所有嘅鄉親嘅愛心。係啊，嘅生意啊。你看見的，唔係講要食材按簡單，做按，唔好講佢廚路啦。因為用啲順當嘅成分吼，其實一隻包嘅，就2、3方調味料，就辣椒甜辣椒。好，嗰時候也係記得愛煮本來食咧。嘿，因為唔係我偏見，我提講佢必一定會食到好食咧。哦。馬嘎拉西，你 ？You know 馬嘎拉西？歷史，沒有是馬嘎拉西。歷史馬莎拉西。哦。歷史馬莎拉西之後，後來就像個馬殺雞。哦。出去那邊，做些當忝的，咩到初半下晝到基本要做成19點鐘的。19點鐘哦。好，也都是咩搖，咩當忝的。然你今日來食飯，好嘛？好。來，發完，來。故事講哦，今日煮出哦，我帶家啦。主要是好料表示哦，我整完之後當炒。唔廣東話都上會叫嘅，那一出一種作啊，從頭出海開始，就開始煮。唔到到上行一叫我就煮一叫。我都想叫，唔煮一叫我都想 party 幾叫。啊冇啦。哇，其實冇咁樣聽音嘛，如果音輕係聽擺。就到岸邊，然後按用煮料理，咁樣感覺雖然講都唔方便，冇搶到自己做下，愛水就有水，係嘛？愛火就有火。我定下是咪啦？你就講都岸邊煮嘅嘢啊，所以當快煮，當一冇煮，我覺得一下上就是咧。嗱，我就想講，咩嚟天也咪係澎湃海順巷嘅大漢人嘅成法，看一下。天也未係，我話佢而家生意放心啊，就說有得得啦。係啊。好吃嗎？對。啊？好吃啊。好吃？真的。哦，那要吃光光。阿達，這個如果沒有抓也可以。有跟你們家煮的一樣嗎？
一样啊。一样，吃这个会想到家吗？这样。嗯。夜摆来到永安嘅吳江，索士也幾位愛心勞工，看到佢哋離開自家嘅故鄉來到台灣，停登船長當日看天食飯，辛苦嘅出海打嘅，做事、食飯、睡夢，全部做到船上。大海已經變成佢哋嘅屋卡。佢哋要變成台灣大行業重要嘅勞工，蘇杭那等佢哋打上來嘅五個，心肝地度特別感動，神夢到辛苦嘅付出，本來都是到來自大海，親切、親感動嘅美事，夜擺嘅歡喜盼著，本來都體驗到大五嘅生活。沒感受到佢哋豐富嘅滿足和快樂，沒有什麼新樂市場地度，讓我哋分享菜嘅朋友，好得有唔到，老歡喜分享中到黏，帶動到黏嘅愛心和祝福，我哋會繼續加油，向下一站前進。一天內。堅持夢想，我感覺幸福。